为着要来庆祝今仔日的妇女节，台南新华的虎头埤风景区门票是大优待，有袂少的民众趁机会来一撮真放松的小旅行。台南新华虎头埤风景区因为3月初8妇女节嘛推出相关的优惠活动，妇女朋友来这佚佗，拢会使用优惠的价值来买门票。办票的优惠让各位妇女朋友包含我们的小朋友女性那年长女性我们一样都是收门票40元园区内底若真适合散步，嘛有真侪丰富的自然事物会当来放松身心，而且即马阁会使看到美丽的旱电景色。有木棉花那这个时候也是火焰木很多的时候那预计接下来2个月后就是我们的阿伯乐。透过优惠活动，唔若要吸引更侪人来遮观光，嘛希望会使互更侪辛苦的妇女朋友会使度过欢喜的一天。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